各位家己之外，大家平安。咱就欢喜，今日就是咱社头教会线上礼拜的时间，就欢喜咱去拜伫线顶来甲咱相遇，愿主平安，拢甲咱三个一地。今早起要甲咱做分享的事情是何等稳定，何等稳定。咱做伙来强守上帝话，上帝话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29节。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29节。今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暗时学生所伫地所在，因为惊犹太人，门就拢关。耶稣来踮伫伊中间，对讲愿你平安。讲这话就拿手夹下来，都指互伊看。学生看清楚就拢欢喜。耶稣搁对伊讲，愿你平安。地怎样找给我也安尼找给你。讲了这话，就对伊分口气，讲你拢受圣神。你啥物人做，啥物人做就得到赦免。你老千人做，啥物人做就留着。迄12个学生有称做比托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伊并无甲因做伙伫遐。那学生就对伊讲：我已经看见主。多马就安尼甲讲：我除非看见伊手下钉仔痕，用我的指头探伊迄个钉仔痕，要用手探伊的脚背，无我总毋是。过了8日，学生搁伫厝内，多马就甲因同齐伫遐，门拢关。耶稣来踮伊中间，讲愿你平安。佮对多马讲，伸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你的手来探我的脚背。无你毋信，总是爱信。多马讲，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伊讲，你有看见我才信，迄个无看见就是呢有福气。但这咱遮要做伙同心来祈祷，在灵慈悲请他满满慈悲，愿感谢你的恩典，互咱伫这疫情，因为疫情搁有一寡跨入遇到这个解封，搁继续爱到7月2日。阮知影侪侪同胞，侪侪人拢因安尼有感觉真不足，所以主，阮也感谢你，互阮拢会晓忍耐。你讲讲，让阮忍耐到落尾，阮就会结束。阮无期盼这个疫情，互阮会当为着这疫情。来向你恳求主你保守关顾台湾的百姓，恳求你保守市稳适合，而且医护人员在第一线，一如阮的防疫中心，而且辛苦的工人，主你施赐互因参加智慧、教育体力，由对这些两方的稳定，互这疫苗会当引进大家来注射下，有一个保护咱。上帝的问题拢甲台湾百姓查落来，甲世界侪侪人查落来，
上帝你的问题是为所帮助阮，伫安尼是救中间掠了上帝你的约问。所以你讲无敌不信，总是爱信。你无看见来信的，都好福气。主阮对说你是为所帮助阮，是我毋知影当时这疫情会到严重。都是阮有缘，要全力家己仰望伫你手中。而阮知影，上帝你是创造阮主，你是掌管阮生命主，透过着咱落伫你的保守帮助内面。感谢你通过这个小组，互阮对你将来迄个出人意料之外平安，必使献上阮的感恩，来自阮今日的敬拜，全力家己仰望。主你互讲甲正的，拢白白你个利益，对你的话，你着快乐；对你的话，更加是捌主；也对你的话，得到主你所应允的稳定甲祝福。献上阮的感谢主求，到这所叫谢谢主求，阿门。感谢咱遮来做伙来听一首诗歌，我有信心雅基塔。我用信心抬起头，在这里。在圣经马可福音第9章中，记录着一位父亲带着自己被鬼附身的儿子，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医治。主耶稣赶走了鬼，医治好了这个孩子。当时主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神的大能是毋需质疑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信与不信。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想一想自己有没有过用自己有限的认知狭隘的去看神的大能呢？再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像那孩子的父亲一样，信却信得不足呢？有一位弟兄，他的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导致他原本幸福的生活被打破了。他每天向主祈求和祷告，2年过去了，情况还是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完全好转。弟兄会感到软弱，心情常会起起落落，他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天夜晚，弟兄控制不住情绪，痛哭了起来。在他的祷告里，一直重复着一句话：主耶稣，我相信你，主耶稣，我相信你。事后，这位弟兄分享的时候，有人问他为什么当时只说这一句话呢？弟兄回答说，这是要提醒自己，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都要坚信主耶稣。是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信心不足，感到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的祷告还没有蒙主应允的时候，当我们缺少耐心去等待的时候，主耶稣，我相信你，这句话是多么重要的提醒啊！亲爱的阿爸父，求你原谅我们，因为我们虽然相信你，但有些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很不足够的，使我们在困难面前变得垂头丧气。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求你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可以抬起头来，专心地仰望你，用信心过好每一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祷告，阿们。你的恩典够我用，够我用。
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星星抬起头，蓝天白云都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的明了，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有没有人陪我不再重要，你的同在温暖我。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祷告还没有梦睡停的时候，我用星星抬起头，蓝天白云都会再次提醒我，神的意念高过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的明了，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卸下所有重担，完全交托，你的恩典够我用，够我用。人生旅途走到终点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擦干所有眼泪，没有惧怕，你的荣光照耀我。渴望听见你说，孩子，我知道你永远深爱我，一生荣耀我。雨后的天空有美丽彩虹，我用星星抬起头。主耶稣，我相信你。详细咱今日要跟做分享的信息叫做好定稳定，好定稳定。而且就跟这咱看去平常去要跟做伙思想的这问题，就是咱看见有一个真要紧的问题，就是咱常常讲咱感谢上帝恩典，咱知影上帝恩典对咱真重要。这是咱去讲，咱祈祷，咱认识，咱敬拜，咱该真正活伫这个恩典的内面。咱知影恩典对咱出要紧。
但是敢只有摕入伫迄个头壳来知影伊，还是咱敢真正活伫即个稳定瓦克稳定内底，真正活伫迄个稳定的内底。而早起咱所读说圣经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9节，这是咧记载耶稣从定死嘅死，耶稣落真正嘅，真基督伊死後第三天有婦女去幫伊探望，發現迄個墓是空的，後耶穌走去看，見證即個墳墓是空的，伊講真悲傷，佮加上義無反悔。為什麼？因為因知個主早已打落去。因知伊個主早已打落去，而且迄個墓是空的。聖經講，即個頭一日暗時，學生因為驚猶太人無受關，無發現主耶穌主動向伊顯現，徛伫個中間，甲伊講願你平安。咱會看見上帝恩典。就是上帝主動，咱雖然伫迄個祈禱，咱咧祈禱恳求，咱是以來上帝伫咱面前做恩典，咱看見主耶穌伊來到伫個中間，對伊講願你平安，佮繼續說互伊，佮一擺來講願你平安。佢找見伊的學生，按伊來分配講，你攏受聖事，也愛學生勇敢，愛去傳福音，互伊有觀點。安尼講，你下尾什麼樣做，什麼樣做就下尾；你老什麼樣做，什麼樣做就老的。咱經常去主要的焦點是在於，伫迄個學生中間有一個學生無佇迄個內面，伊個名叫做多馬。拄拄耶穌學這學生來顯現的迄擺，多馬無佇現場，多馬無佇現場，當學生來甲伊講。我已經看見主啊，就嘛就安尼講。伊講我若無看見伊手的釘仔痕，我若袂用我的指頭去探伊條的，用我指頭去探伊條痕，用我手探伊條的，我做是毋是？我做是毋是？就嘛伊所期待。伊咧看伊，其實伊是咧看偌濟，伊咧看偌濟，伊咧看，伊是講就看你耶穌啦，伊會看你耶穌手的釘仔痕，伊個用伊個手去探耶穌的血的，因為耶穌伊死個時，從釘死的時個時，喺邊邊用手來插去。來看講，這人都真係死啊！就死嘅時，迄個血甲水就推出來。伊咧看迄個手，迄個手所插迄個血的，所以咱看見多馬伊咧看偌濟。聖經上講，過八日，學生就佇厝內，即擺多馬就帶伊。做伙伫中間，講忙自攏關，耶穌擊敗惡意顯現，又話安講願你平安。就講到耶穌，我相信伊一定真無影，但是耶穌不但早伊佇遐，
耶稣也知影伊心内在想啥物。耶稣就对德玛讲：伸你的指头啊，来摸我手；伸你的手来探我的脚背。目的毋是，总是爱信。这个德玛本来伊是要用手用指头啊来摸来试。这是伊刚看到耶稣，伊就知耶稣知伊心内咧想啥物。德玛就讲：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德玛讲：你看见这是，你无看见来是的，无福气。另外，咱看见法度，这是一般世界的名画哈，叫做怀疑者、怀疑者德玛。这是1602到1602年时的作品，这作者是意大利最有名的一个画家，叫做卡拉瓦乔。伊主要的题材是出现圣经的故事，就是耶稣先德玛的故事，是咱今日所分享这事情。伊伫个所在，这画家，你看伊画家伊有小像德玛做受，伊受要了哪做，了我哪做吼？伊毋是单手要看，伊个受了用伊个手。有伊指头，伊个有伊手去讲，伊无耶稣的平安魂，无耶稣伊上帝。因为耶稣是抓着德玛的手，甲伊，你来试看卖啊，你来试看卖啊，吼，伊就咧讲伊这法度真详细啦吼，就是耶稣知影德玛心内在想啥物，耶稣知影德玛心内在想啥物。而且话，咱伫这个所在，咱做时阵检查，咱嘛时阵德玛同款。等上帝有底要临到咱的时，咱检查会到德玛同款有所习惯，会怀疑，会做思考。会做下一次来主动来拿走，你搞到无能得到上帝有底。今日咱要思考就是，咱拢知上帝有底是伟大，咱也是依赖上帝有底，咱将有真正接受上帝有底，咱有真正活伫上帝恩典内面。这法度，互咱这所在来思考。但关于德玛伊的教义，伊做做思考，地道，咱过去伫上帝恩典甲伊的道间有做，有迄个拿走，有迄个主动，有迄个拆开伊的出来，地道袂通啊，袂通吼，袂通。咱要来看，讲德玛讲，我要看见怎么信，看见怎么信吼，怎么信？伊叫人20小25在遮，当这先对讲，我已经看见主啊。德玛怎讲？我若无看见手的平安魂，我若用我指头啊来探这条魂，到底这是不是真正平安魂？用我的手来探伊的脚下，我总是毋是。伊看见才要信，伊看见才要信。当学生讲我已经看见主的时，德玛伊毋单是要看见，伊要看更侪，伊要看见平安魂，伊要看用伊手来帮迄平安魂，用伊手来探这耶稣的脚下。这个相约，即摆毋单是咱的身体，咱对上帝所做事，检查咱到伫个所在，
咱对上帝所做事，现在以咱要领是上帝问题的伫咱身份，总是咱要欠啥？咱要欠啥？就是欢喜来领受吼，欢喜来领受。你说这所在主讲无的毋是，总是爱是。无的毋是，总是爱是。这是咱这个时阵，咱是咱要看较清楚，看互清楚，受互清楚，了解清楚，咱才要死。这是主人讲，无的毋是，总是爱是。无的毋是，总是爱是。咱要去试看卖啊，咱要去望较侪，了解侪，看侪。耶稣伊就知影多马要受啥物。第27在这所在，耶稣对多马讲：顺你指头啊，摸我手；顺你手来摸我血。无的毋是，总是爱是。这重点是在于信，重点是在于我靠一个信靠，一个信靠上帝人，就是一个我靠上帝问题人，伊无需要去想遐多，无需要去试，我去试看卖，我了解做，我去考考问，吼，了解互伊清楚彻底。这把条真处理，伊讲不要怕，只要信。如果咱若手惊赢无信，你了解做，要看清楚时，咱就会手等于迄个是一个丑的可怜的比喻啦吼但是伊讲什么时阵等咱惊赢时，就什么时阵我靠。等咱休息，等咱挖个准备时，咱就有一个笑脸了哈，就一个笑脸。就按你这所在讲里也对大家你讲多马讲外主外上帝，比较伊唔敢个问吼，伊唔敢讲好这样说你要我来讲，要我来谈。我来讲，我试看卖啊，咱看伊的态度转变。就讲外主外上帝，这是一个敬畏上帝、信仰各位。咱来看多马伊的怀疑，咱来了解多马伊是一个什么款的？多马伊是一个真爱敬畏正变的人吼。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50到51所在吼，约翰福音第10章第50到51所在，咱看见约翰福音11章照记载，讲耶稣路看地，这两个家门吼，就耶稣来托人来甲耶稣讲，你所行的人破地耶稣听见讲。这地无地老死，是为着要荣耀上帝，要叫上帝囝对这个得到荣耀。就听见耶稣路破地，耶稣在底下搁住2天，然后就甲伊的下先讲，咱的朋友耶稣路困去。我只甲伊叫醒，再先听到你讲主啊，若是伊困去，伊的第一个是无啥问题，佫在困吼，尼是好。耶稣明明甲伊讲，我你讲迄困就是死去啊，耶稣都死去啊吼。你就会圣经上讲伊。在1章的第13节讲，多马就对伊在谈判在白白是做耶稣先来讲，咱也甲伊做伙去死啦，咱也甲伊做伙去死啦吼。这是
听了，而且所在咱看见多玛心内伊不知不满，伊不但怀疑，伊也真生气。像你啥意思是，耶稣，你着早着啥，着说路看病，无你若较紧的吼，较紧的，得较救吼。啊，想到佫一只移动，佫住2天，啊，佫而且佫讲一寡奇奇怪怪话，讲伊个病无治到死，啊，佫后来佫讲啊，伊佫死啦，啊，到底耶稣是咧讲啥物啊？吼，所以伫这所在，耶稣你是到底是创啥物？伊感觉耶稣伊所做，耶稣所讲。伊无交代，甚至伊对我遮生气。伊毋敢安来说讲，伊对学生讲，对遮个个是做倒的学生，刚才讲的是大声讲，无咱甲伊做死死的吼，无咱甲伊做死死。而且伫这所在，咱有时咱感觉。咱比上帝较大了吼，咱理解之济，咱讲太着安尼做，太着搁一只低动2天，咱毋知上帝所想的比咱较悬，比咱较远。咱看这事件这代志，咱伫这所在咱看到就是。耶稣伊伫即个十三路的倒瓦的死甲倒瓦这事件顶面，来透过即个来显明，上帝咧互十三路为死而倒瓦，来显明对死倒瓦迄个大观念，来做伊奇妙见证，也要相信。耶稣你将来，你就是一个死了倒瓦一个摇头啦吼，一个预兆。小可以看下去，上帝是倒观念的一个死人倒瓦，耶稣嘛在讲啊，因为是一个各自各外上帝，而且这些所在咱看到就是。这是上帝一个旨意的显现，结果多玛佫一个插嘴讲，无咱也甲伊做伙死死吼，甲伊做伙死。伊意思就是讲，老师无你嘛较早出发的，吼，伊讲，就是伊对学生讲。咱相信嘛，讲了袂细声，要互耶稣听着。多玛就是一个遮尔爱争辩争论的人。第二，咱来看就是多玛是一个不断的质疑的人，不断的质疑。第九案54章第1到第5节，在写讲多玛是一个真爱无问题啊。在信主下这所来讲，耶稣伊教学生讲，教学生毋免为着将来的利益来影响，耶稣用种温柔的口气来安慰、来鼓励伊讲，伫我的家厝里有做侪处理，若无我就早来你讲啊，我是原本是为着你。地办所在，在4章的第5节安尼写讲，多玛就对耶稣安尼讲：主啊，我毋知影你咧往倒落去，你安怎知影条路？我毋知你咧往倒去，我要安知影条路？约翰14章这所在记载讲，耶稣伊教大学生，因为。将来有利益，耶稣要定死时间顶，死到我自天后来传真的时间里边，
伊无爱伊正生，佮下落伫咧忧伤的当中，伊爱耶稣用真温柔的话来鼓励伊，来安慰伊。佢讲：我是原本是为着你预备所在。罗马完全听袂好，老师到底耶稣基督到底伊是讲什么意思？伊耶稣是大家先鼓励、甲伊安慰，但是罗马好在就是只像一个科学家同款，伊伫遐咧问的就是主啊，我知你要打得去，我要怎样去？我要怎样条路？咱看见伊。迄种态度，伊无法度完全去体贴老师的心得。咱是咧讲安慰，咱是咧讲看面鼓励话，伊搁伫遐咧讲，啊！你实在咧讲这是啥物？主啊，我毋知你要去倒去，我要怎样条路？这个意思就是。即句话讲，我是原本要为着你预备所在一种鼓励安慰的话，相时也是一个上帝要求，但是多马伊并无法度徛伫一个耶稣将鼓励安慰甲应允的理由，伊伫遐继续伫遐哭。你可以得卖是一个真爱问题的表现吼。第三个来看就是得卖的个性，得卖伊是真爱经营正面吼。伫约翰27章20在写讲，得卖讲我若无看见手的钉仔痕，若无用我枕头来探伊条路，用我手来探伊条路，我总是毋是。伊拢要检验，伊拢要证明，要了解，来看吼。咱看见罗马就好像就是一个现代学者，迄种的实事求是吼，伊不但要看伊条痕，伊要用伊这头发来看迄条痕。用伊手来探迄个实例，咱咧想讲，无命头一摆，当耶稣过我天后生活的时，多马说主若有伫这些中间，伊无定甲耶稣要求讲，无你甲你的手，互会钉仔互我看，无你甲你的脚的。互手材的食的，迄个商业互我看吼，互我看。而且咱看见，伫这圣经内面就写耶稣了有指互看吼。现在咧想，如果耶稣若无安尼做时，无定多马伊会要求讲，主啊，你用这互我看吼，无我总是无定你是真正耶稣嘛为着，证明互我看，互我检验看卖啊吼。这个即摆咱是有时也是像多马同款，咱有时是就时阵或者怀疑，或者争论，或者检验，而且出来去证明必到伫迄个所在咱。可是咱需要咱常常要用安尼一个态度来面对咱的需要，面对咱上帝。但是伫这来个好看的就是，伊个背后有伪装一个咱的自我的骄傲吼。你才会发现，有时咱嘛是要检验看卖上帝，你互伊检验看卖啊吼。伫迄个咱的内心里，我会将你的自我伫内底吼，嘅骄傲的自我伫内底。咱才有时咱嘛会想着讲，
小弟先做啥吼？你做到比我所想的较好吼。像即话，咱每一个人身体点菜落热钱，就会自我中心。但是当上帝稳定来时，咱爱把咱的自我中心放落，放落。如果若无时，咱就会失了上帝稳定上帝稳定。如果咱若无来个自我，咱主张自我放，咱是法度通接受上帝稳定，我讲这是上帝稳定。所以有一个上家安尼讲咱来信靠上帝，咱来信靠上帝，咱就是必须要将咱手中的一切给放下。你像咱常常咧提到讲，上帝啊，你刚才我上帝讲交托放下。交我但是咱常常遇到了那个把咱能够做成的，都继续开继续咧打。你说这咱想一个礼咧，互咱礼处拢是满，咱用满的手，用满物件，包括我的自我，包括一个想法，包括一个意见、理解那个。咱若无放时，咱就无可能得到上帝咧欢迎的礼物除非咱愿意放下咱手中一切，咱做到领受上帝的一种，领受上帝的德。第三章最后思想就是，咱可以对怀疑到相信，咱可以多半是对怀疑。到相信，当耶稣要请多马讲，顺你这头来讲，顺你手来看，讲唔通，唔信，无你，唔通唔信，总是爱信，总是爱信。多马讲，我主，我上帝，我主，我上帝。你像这个所在，这个主，这是希伯来人不用希伯来人伊称呼耶和华上帝做主，所以这个所在就是耶和华称耶和华上帝做主，所以多半这个所在是咧讲耶和华上帝，但是这个所在伊。看伊做的时，伊看伊个创造者时，伊看着上主要说就是迄个创造者，迄独一真的上帝时，就讲我的主，我的上帝。主就是耶和华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是新约我要先来下一讲，这是新约，这全部的人对着主耶稣基督相关的信仰个别是多马所讲，我的主，我的上帝，耶和华，你是创造主，你是独一切所的，你是我的创造者，等于你所来，伊。看到主耶稣时，伊做安尼宣告，伊做安尼宣告。所以这所在咱看见，就是这所在，当我伊面对着上帝时，伊发现伊是祭神，伊讲我主我上帝。伊看见伊这个是一个至神受创造，迄个我无去啊！你知？要讲伊做完，迄个我无去啊！伊现在讲我主我上帝，伊咧所在详细也咧表明讲，主啊，我错了。
主啊，我错了你这时候才伊比较来主公，主啊，我错了我错了，但是咱个从咱甲上帝中间的他人给解决掉，咱要从咱甲上帝中间的他咱要从这他上帝要祝福咱稳定的这他来协调时，咱的核心就是咱能够伫上帝面前，甲上帝讲：上帝啊，我错了才到这句有一个基督教的思想家叫做齐克果。伊安提醒咱，伊讲每一摆当咱来到上帝面前时，咱就是一定会发现家己是徛伫个错误的那一边但是徛着别样。等咱每摆来到上帝面前时，咱发觉咱拢是徛着别样。有时咱感觉，我们的生活过得还不错。有时咱感觉我们是一个很棒的人咱真敬佩，咱是服侍真敬主，真求主会，咱对阿弟求好意外。我们是一个好人，咱真小连成家好，其实咱刚刚我觉得我们很棒但是这思想家伊讲，等咱每一摆，等咱记着上帝迄个瞬间等咱去面对真实上帝的瞬间时，咱就发觉我们站错边了站错边。迄是咧讲啥物？就是等咱即个有限，可能咱感觉咱咧想咱是一个大善人不错的，很有爱心的人但是咱迄个既显既深。既好上帝来第一时我们还微不足道所以我们会发觉到，咱实在是站错边了咱实在是不算什么这些所在咱看见就是咱可以这个齐克果伊个安尼讲讲。就等咱去先来发现家己的遇到时，伫迄个瞬间，咱就深深建立着上帝有顶。结果你得到敢是安尼？但是呢，我感觉我错了，上帝啊，我的是，伊在主讲跟上帝讲，上帝啊，我就是伫个瞬间是深深。建立着上帝有顶，伊手中的我名字伊的手骹也当然是上帝祝福。你这样直接说来看的，以圣经来在圣经人物，咱看到就是当人拄着上帝，伊第一件所做就是认罪当伊认罪时，伊。为什么要认罪？伊发觉伊站错边的啦你就那过几个一条咧，可以有比着规每条问题，这个一世人做渔夫的比着条问题，主来讲，即这个所在卡人而已，比着你是讲，我是一个职业职业的。渔夫细在来拢是讨海来，你一个目睭，叫我着安怎去掠去？
但是伊后来讲好，而且我就试图买啊，真正你网拍落去时，就用真爱就要定的吼，网的时阵伊用真爱就要定，叫伊太出来到山上，伊就安尼讲主啊离开我是一个罪人，主啊离开我是一个罪人，哎，就安尼讲伊。 就比着伊拄着上帝、拄着神圣、拄着主的迄个瞬间，伊就发觉他站错边了啊！他站错边。再来呢，关于发言所以对一个比喻，伊讲着有这个法利赛人，哦，因是即首就法利人，因是人人都咧学了，确定。 个义啊，即法利赛人，因伫小地内底，感谢上帝，上帝我有照着上吼，安尼照着你的律法，安尼来行，我安怎来做，吼，安怎来做，吼，我是一个你的祝福，叫上帝你有地，你伫遐去讨家己，这是咱讲起耶稣伊讲。 这个抽象，有些抽象好好写伫听者，伊个头跟他夹起来，伊伫遐一直对伊家己去看，讲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而且就讲这人哦，伊要一条有在。 一条在比迄个加大。你像这些咱目的就是，当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伊就瞬间发现他站错边了。伊会当做就是由上帝下的，由上帝理解，伊就亲身建立上帝问题。 耶稣各话下书，是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代志。而且话，咱看这图，毋知咱有啥物感受？咱看伊罗马，耶稣伸罗马手，两个手去探伊的。 第一个手，等于先头一探伊的小腿，多摆个菜样，我们我要是下死啊哈！你像你这说的咱真好，有人讲，如果耶稣是各外主，是创造天地主。 啊，为啥你个伤口咱无完全恢复啊？迄种个耶稣已经死过偌几工啊？啊，为啥伊伤口还阁留咧？还阁互伊看互迄个讲买啊？即个手菜所在，即个颈啊定的即个分界，吼，佮骹颈啊定的分界。 而且伫这所在，有人咧讲，耶稣伊是上帝，伊甲白当讲，无一个全部都恢复，都无看着啥分界，无看着手菜的这伤害。而且伫这所在，为啥哩耶稣伊要去留这伤口，互人看，互对方看，互谁看？ 嘛咧对咱做件事，即摆咱相信，耶稣咧有这伤口，马上拢无去，拢无问题。但是耶稣为啥物会阁留这伤口？这个对咱有啥款件事？就是要甲咱讲起，伊常常纪念咱的伤痕，咱的痛症，伊。
无要甲家己完全医好，就是伫了互靠伊遮个伤害遮惨淡，是为着咱个做背你个担当，伊顶是要表明这大声。这样子话咧，伫遐想讲，等咱要带入小手现在时，主讲你得安尼行，就安尼来纪念我，你安行，就所以伊当常常是借我，伊当常常是多款的款，根本我可买些，各位可买些，但是咱上帝咧行靠伊。伊拢知影咱心内是啥物，伊咧讲讲伊只就是当看伊咧伤痕的时，伊就是上帝，伊就为着咱不断祈祷，咱每一摆所犯的罪，就咱像迄个边边的边拍亚瑟手，是就点啊，对住亚瑟手，对住亚瑟拍。有一手插伫伊头里同款，相信话咧，咱这所在，咱看这角度，我就毋是甲你讲一个道义的道嘛，诚实来提示咱，咱毋通够怀疑耶稣基督，咱毋通够怀疑上帝啥，咱毋通够无信啊吼，就是这角度。注定道咱提示，详细啊，对咱提示，也是因为讲，无的毋是，总是爱信；无的毋是，总是爱信。迄你嘛，你去教伊个就讲，咱是就常常伊有环境，伊无能去自发啊，伊有做困难，咱遇到咱就做教伊，伊嘛当时要来。啊，自然不做要就不知死无，毋知安怎无，咱过来安怎？咱有做的毋是，主一摆提醒咱，叫阮来讲，无的毋是，总是爱是。伊讲，迄个无看见就是咧有福气啊，迄个无看见就是咧有福气。以前的当山。是要做咱每一个上帝家己路，互咱拢常常听了对主的事，互咱拢这所在要甲主讲，主啊，我是一个无看见就是真的人，是咧有福气啦，是咧要得到上帝你欢喜啦，要伫大面前为主你最重要代志，来互主你的名来得荣耀。对上帝小说，咱每一位上帝家己路，互咱拢这所在得到上帝祝福，咱在担心来祈祷。小人主，愿感谢你稳定的讲台，祝你通过罗马故事，通过其他的事情，你爱阮一摆来思想。我对上帝你的信心，在这个时阵，我的信心是我苦苦问，苦苦要了解，苦苦要知影，阮心中就是要你当时，你讲哪吒上帝你的祝福，你的稳定，对上帝刚才所说的阮，互阮好让来学习教导教我课，来信靠上帝你。像阮手中迄个字母来放下，当阮安尼做时，阮才有法度通领受上帝的稳定来祝福。主啊，你也帮助阮，互阮常常来思想，帮助阮，互阮来看见上帝你是带领阮四个上帝。你安怎讲，代志就安尼讲。我亲身所信，你是叫我交给上帝，你是为着我心事个顶，为着我受最的伤害。主，包括你手中的条痕，包括你心中所拍的一些有鞭拍的伤痕，还有你的脚
你的业力所留落的伤痕，主让你再次表明你请阮到底，阮有啥物无相信。主你刚才阮互阮真正样来谦卑学习，也听到上帝你互阮的应允甲祝福，就是你讲无你不是，总是爱是。也讲结果到底来是的，是有福气。我拢真正真做有福气的人，不但真做阮祝福，也阮会当真做人祝福，也阮会当拥有上帝的圣子名。主啊，当阮一天对到底你骨头记住的时，阮相信你寻求。这个伤痕是阮常常记记的，就是你在的叫阮，由你刚才想说，你每天上你家的路，互我拢起条面对你的性格，来得到满满稳定的祝福，来祝福我，来做我喜悦的。安尼感恩恳求，靠主耶稣的圣名恳求，阿门。现在咱讲有一段。在这个时候，以及报告的时候，咱做伙来看，就是因为这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所以咱请来这继续为着这事来关心守望在这嘛咱会当共同来度过这难关咱是上帝满满的来说。在这次来特殊咱的台湾因为看见疫情有较减缓，就是有晚咱不着所以咱也求助帮咱，把咱要当在再注意苗就去注意苗，做好防疫的措施也希望在这里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也希望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机构都有当担心大家都同道一命咱为着家己一个私人的一个问题制造影响，伊做一个破口咱讲求助刚才，大家拢担心着了，希望咱得到一个上台好、上台水的结果伫个所在针对。这世界真济国家百姓祝福咱求主帮助咱为着这个做守望求主来讨伐可能心中有有迄个有侪会在思想，咱求主帮助会当大家讲大家帮迄个诚切共同来做个努力拍个人就是咱两年教会一个这个实体聚会都在这线上现在才讲有一寡教会，但是因都还是办实体聚会就是慢讲大家都来听好当好来居家防疫这样子做好这个。买当或者以前让咱这个控制，咱来弄一个保护力，咱一些所在，咱想法让咱可以接受就是咱求主刚才表示咱会当把咱一个机会，就是在咱甲上帝关系这边继续一些所在来学习，继续来操练然后甲上建立个之间的关系，搁一个就是买当常常为着把身体强人兄弟来或是有写这我的电话甲手机号码如果咱若需要有事为咱祈祷，咱买当打电话，还是咱假设咱下晡来当咱买当互相来关怀如果咱知影是咱的教会有小组，咱
区的土地，咱嘛咱也机会，咱区的一区的遮的咱兄弟来关心一下互这段时间，互咱讲无失了对兄弟关心，还佫有一个无失了甲上帝伊个建设伊个关系。咱做伙来努力做来努力。再来就是有一寡新兴请咱佫医长的兄弟来医导由主办在，互伊手上利用做，特别这疫情就咱互伊讲有上帝平安介啥状态，都这个上帝保守管是特别为了宾士的公司不想提的也为了旅行提的由主办在互伊个地方的这情形，咱才对改善，有好入口，行路路咱安单自担，咱由主保守佫有为手边这伊个骹，我有打电话互伊，伊咧讲伊个骹，佫去做一个保险衫去做福建，最主办在互伊会当从佫是讲拍两头就得到了互伊会当佫这有做这工这伊个骹佫嘛会当将这个伊未来以前。一个美好的建设建设上帝安怎来医治伊帮助伊咱就是协助处理这。再来就是有月山来叫做办在月山伊都必须每天来喜乐的心、感恩的心这家庭，我是嘛讲是真有咱就行的家庭，叫做办在通过这小弟兄目前呢，伊有家伊。共同那个妹妹加大气妹妹而且就咱会当这个开展各地的产业些建立也支持会当有一个真好发挥。咱也从小弟兄有家，越产这个家庭家己拢有做平常有时候听着目前呢伊咧讲就讲，家伊个找着，因为这才大学这个宿舍就是爱去外面找迄个厝租的厝一直拢找无咱想做好就找着咱第一次配置咱的感谢叫做刚才先说，有家如果咱现在咧读大学咧高中，咱咧学习在嗰一个学生囡仔，因注意来有佫就是因伫这疫情当中，拢有做个平安介用啥，介啥状态有好学习咱就暂时看伊这个也有个天花厅，也是这因为这个情况呢因拢无法度变成物件就是要想做一些研究来会上电脑去咱技术办在，互伊这个叫过，咱伫这中间有一个真好的效果感谢主的确这样一个喜乐的心就是因为在店一些朋友的妈妈讲前讲或者想着迄个低压度结果去病医了发觉有状况咱技术保守这个叫做有溜受者会当伫遐着上帝医治嘛，互伊有机会入捌厝这是一个这里部的家庭，咱求主办在，这个是中国正记者求主办在你这很棒的一个姐妹也说来照顾去教会，咱求主教会修说的你也修说经过在伊个家庭在做个细节这个也有咱教会的受下者领袖示范受下者，伊会先时就就你讲车路一个第二个断机嘛断机关机被做治疗有这个伤痕，咱其实保守，互伊这个伤痕好收束这边骨
拢嘛当也是来有时呢是基督刚才通过最近遐这关心在这吼包括年纪啦，以香港加嘛四处10点为了爸爸基督安尼吼，咱基督刚才分享有些有耐心有机会来认捌主亲像小孩子小孩子文化这样的心就是要四个小的，伊讲基督就是我甲是主第一次来好这家庭家伙用四主就是就是第二这个有人听伊这个第当然先说有人听伊的相分会毕竟会当第一次来有一个会有健康运动嘛当有机会这就是会议也这事来记得还有就是身体健康，身体来讲伊种还是包括小弟，咱拢可以一个钟稍稍来下录音就是过去放录音用平安再来就是观察些报告伊有些关系咱中会中会，然后来讲咧继续维持这30几天到7月几天我参国家活动当讲习天气这实体聚会所以咱游玩继续线上聚会就是刚才咱都可以选择咧做学习，不管什么任务，咱都让看见上帝都上帝如何的事，都上帝的目的，就先于讲万事不相相叫爱神的得益处，上帝都会以生活任务，不管得喜不得喜，咱都会让这些事情为我们效力，可以上帝有点光芒的来事就好。开始一个就，就是咱本来是既然是这个来教会要办大家就教会要办，还有一些关系，咱要会就是刚才咱要当主安排咱一个上盖这段时间一个来庆祝嘛是一个就意义一个家庭礼拜。通过这个，每一个开始完，要继续努力打拼，可以朝前落实，上帝都要来实现，上帝都要是会做的再来就是这个债务的报告就是咱有一直咧讲伊就要买了这10节聚会所以有时讲这因为算不了伊都等来讲，然后实体聚会时间摕来所以咱游玩会当伫厝里准备一个信封袋把迄个咱这袋做伙下靠来互伊下靠这袋内底更加有聚会时，当然教会这实体聚会时就摕来互伊第二个方面就是咱会当敲电话刘美长伊本来我是要甲伊的地位笑上去，就听讲有迄个真实是有听讲靠迄个是有寡困扰所以到尾全无可能而且这如果咱若知影伊的电话，会当敲电话互伊快一个时间有人会当去甲咱摕，第一个方面。摕去互伊，他如果安全布料咱就袂记互伊，如果我暂时我spec来做咧互伊即嘛这互伊是个好处，咱技术的刚才咱就会当，如果咱要互毋知要互伊，如果讲你一通电话好我就来你厝头前甲你摕，摕出来电脑伫咱的礼拜就咱跟这线上礼拜一起，咱就秀上去有看见这网络的人，我会当看见咱是一个杂谈干部的人，咱有咧做表达再来就是咱会当伫这咱教育一个
研究如何咱用转战把这个背后的看那这些对象的标准加分来需要这个再来就是叫有些叫做觉得乐意是神所喜悦当然关于让也喜好是说的这方面然后是甘心乐意好的个细项就是本来手的三餐咱有聚会的性来礼拜但是这因为疫情关系咱嘛我讲就是这以后讲这嘛各过来礼拜对此纪念每一个教会在时班因此嘛当后面等咱安尼一当来教会做的时，咱就上盖水会生一些恶劣规律就伫头前为上帝来请罪将恶劣规律以上帝帮咱咱会当继续期待的接上帝会使后来使用甲这个祝福再来就是较有一个相对讲。马基督教会的榜样学啊这真好，咱若有闲咱会当看电脑，还是讲看影片时间放大看方便。马基督因怎样在做？因之间安尼是有完在做别说说的意念就是后来做就是丢人心丢人心咱有上帝帮咱，咱每一个上帝研究，咱讲会当像马基督的教会，因这信徒共款，讲，互阮伫这项事一定有份上帝你互阮伫这项事的这顶面有份就是讲，这自在我伫这个事间，咱继续的是，上帝讲哇。你伫第二首说这句话你讲然后这是一个肯定经历上帝让为咱明白的水的善的一个所在。你像这张就是咱有一款这个方面如果若有唔对咱老师讲好，还是如果咱讲好，再来做一个定级老师感谢他别的咱来看，咱来学习，按以上的纪念，咱每一科里来学习，以上的纪念，咱每一科里来学，咱有当上帝来使用这样以及这段你当别人的主当然，咱最后如果睡着到了咱就要加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教天主的感化，叫做何等恩典。我就为帮我这里看见有一群小朋友，伊咧唱何等恩典。所以说，要小朋友，我用大人来唱这首诗歌，就是要安咱开始嘛，咱来学，会当像囡仔同款，有一个单纯的心。现在讲，先去习惯人好去，因为伊要看见上帝。你现在得到一个真单纯的心，就咱像这样同款，真单纯的心。来仰望我个上帝心，咱就体会上帝有等级，遐大，超过咱想象，咱就上帝收索两字，互咱对上帝遐所领受有等级何等的恩典，咱做人要是上帝对咱就好。之前这个我刚才的问题。是阮所每一个上帝应该做，注意到互阮有一个单纯的心，互阮因为超去生活有单纯的心，像世界一般的事，
主你就安经历，你的稳定是何等的伟大，超过阮所想象。互阮能当，在阮手中的哪吒，在阮手中一个落苦淡淡来放的，全然交出仰望死的顺着你。主你就互阮，在阮至强的至圣、至尊、至伟大的上帝时，我就伫你面前反悔是罪过。主啊，我有罪人赦免我就伫咧所在，福气稳定就马上起来。我手中的碗就空啊！主，我就当领受你满满的祝福，我就当有安尼来见证上帝你是个更真多完成的。主啊，恳求主你帮咱小组来通过罗马圣书，互阮来看见。主啊，你为着阮所受的伤，阮这是阮得罪你，以阮就主你拍甲天地里上。由主来赦免阮小小的记忆，主你为着阮来受伤，为着阮来死，为着阮来倒啊！主你稳定，你的正是真的伟大，帮助阮，互阮一生中间若咱行伫你稳定内面，行伫信靠内底来。继承上帝的伟大是何等伟大！啊，只要做着你伟大，天地上帝的天来，甲世界相通，都甲我归随上帝的天主啥都在，到手中是这个，到所做是的人啥都在，必须得一到要这个的事，阿门。